遊仙台點可以唔去充滿浪漫氣氛嘅銀山溫泉？網上好多人話又貴又難 book，實情係點？銀山溫泉近年因為《千與千尋》再度受注目，據說創作靈感來自呢度。銀山溫泉歷史悠久，名字源於礦工在銀山村發現溫泉。從江戶到明治時代，一直都係著名溫泉勝地。但1913年嘅大洪水重創咗溫泉街，進入昭和初期，喺當地商界支持下，重建各旅館。日西合璧嘅多層木結構建築，重現咗大正年間嘅壯麗景觀。唔少日本人會嚟拍結婚照，留下美好回憶。溫泉旅館文化。銀山溫泉街一共有12間旅館，提供一泊兩食，即係住一晚及早晚兩餐。依家銀山溫泉可謂炙手可熱，訂房並非容易，一般要提前半年預訂。例如能登屋旅館，聽講係《千與千尋》入面油屋嘅原型。銀山莊則有私人露天風呂，面向美麗嘅河濱山脈，擁有最多可住6人嘅房間。龍見館離溫泉街中心有啲距離，比較靠近白雲公園。係一間以賣蕎麥麵起家嘅住宿，所以用餐時都會提供自製嘅手打蕎麥麵。呢次我哋揀咗藤屋，係一家老字號嘅溫泉旅館。2006年由建築大師隈研吾重新打造，價錢由33000至68000日元一晚。藤屋創立於江戶時代，3層樓嘅建築外觀用木造，與街景融為一體。館內用竹製屏風同彩色玻璃分隔，營造出現代時尚嘅空間。藤屋用大量木柱作外牆，懸空樓梯，只有8間客房，住客不多，員工多過客人，絕對寧靜。所有客房都面向銀山村，分為3種房型。藤屋並沒有大浴場，只有5間不同風格嘅個人溫泉浴室，24小時開放，早晚都去浸就唔怕蝕底。兩餐都由專人送入房間，私隱性極高。晚餐先嚟開胃小食同埋魚生，主菜係鴨肉火鍋。早餐亦相當豐富，食到咁正嘅懷石料理，價錢都算合理。夜遊銀山溫泉。嚟到銀山溫泉，夜遊銀山商店街當然不可少，感受大正風味嘅建築，好似時光倒流，沉浸於浪漫懷舊氣氛。冬天天氣咁凍，熱食當然不可少，野村豆腐店值得推薦。佢哋嘅木棉豆腐全部都係手工製作，數量有限。雖然只有立食，但店外有一間小木屋，客人可以喺暖爐邊食嘢取暖。你又可以試下小木屋旁邊嘅和樂竹湯，邊食邊浸腳，都幾過癮。深入探索，沿住溫泉街後方嘅步道走，可以到達一座壯觀嘅白銀公園。公園入口旁有座高低差達22公尺嘅白銀瀑布，可惜今年日本落雪特別多，公園封閉，只能遠觀壯麗景色。銀山溫泉果然係一生必要去一次嘅景點，唔單止有靚景，仲有美食。玩厭咗東京食玩買，仙台有好多景點值得大家探索。希望你鍾意呢條片，如果呢條片啱睇，請撳一下 like、share 出去同埋訂閱。去埋我哋 FlyGBA 網站，裡面有好多旅遊資訊攻略，不時仲會有優惠着數。